鼓励汉族人移民东突厥斯坦，中国当局将数百万东突厥斯坦人，包括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，强制关押在集中营并掠夺他们的合法权利以后，开始鼓励汉族人移民到东突厥斯坦的宣传活动。根据突厥斯坦出版社新闻网引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的报道，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，当局举行宣传活动，鼓励来自中国内地的所谓游客移民到东突厥斯坦。此外，乌鲁木齐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为汉族人提供便利。维吾尔作者受到镇压，维吾尔作者和编辑受到严重镇压。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继续镇压维吾尔精英。根据最新消息，喀什维吾尔出版社30%的工作人员，包括作者和编辑，在过去的几周被带走、被关押在集中营或被监禁。美空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，美国空军2架 B-52轰炸机越过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领空进行常规训练飞行。美国太平洋空军的部队周二表示，2架美国 B-52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，参加南中国海附近的例行训练任务。美国在叙利亚建立观察点。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·马蒂斯说，美国将在叙利亚北部沿北部边界的几个点设立一个观察点。马蒂斯在国防部会见了记者，他说，土耳其是北约的合作伙伴，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产生的恐怖主义威胁存在合理的担忧。污染最严重的城市，芝加哥大学的空气质量生活指数研究所列出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。据报道，印度首都新德里在空气污染最多的城市名单中排名第1，而中国首都北京排列第2。第3个城市则是印度加尔各答市。有人警告说，如果不采取措施，空气污染将变得更加危险。